人工營養同埋水分。當病人無法正常進食或者飲水時，通常被提議使用導管位置營養與水分，例如鼻胃管或胃造瘻管。對於中風或手術患者，可能需要短期或長期使用鼻胃管。但對於晚期認知障礙症嘅病人，隨住病情發展，病人會逐漸失去吞嚥嘅功能。而根據現有嘅研究結果，導管餵飼未必可以延長到呢一類病人嘅生存時間。插鼻胃喉可能會令到病人唔舒服，佢哋可能會拉扯導管，導致雙手需要約束。而胃造瘻管需要手術插入，可能引發併發症，嚴重嘅包括腸胃出血或者係腹膜炎。此外，導管餵食亦未必可以減少吸入性肺炎嘅風險，因為我哋口腔中包含大量嘅細菌。導管餵食無法防止口水或口腔分泌物吸入氣道，從而引起肺炎。另一方面，維持良好嘅口腔衛生可以幫助減少肺部感染嘅風險。導管位置嘅替代方案與考慮。小心人手餵食，結合皮下或靜脈注射嚟補充體液係另一種選擇，可以減少不適。病人某程度上亦都可以保留口部進食嘅樂趣。不過，手餵亦都有食物進入氣管風險，引致窒息。而某啲病人可能完全無法或拒絕進食。我哋可以根據患者嘅個人情況，仔細平衡人工營養同水分治療嘅風險與好處，選擇最適合病人嘅照顧方案。透過預設照顧計劃、預設醫療指示，病人或家人可以同醫護人員商討佢哋嘅意願，確保醫療安排最符合病人嘅價值觀，喺生命嘅最後階段保持尊嚴。趁而家自己仍然擁有自主做決定能力嘅時候，同屋企人、醫護人員溝通，並委託一位代理人喺你失去精神行為能力時候執行你嘅意願，確保你喺最後嘅日子獲得適合自己嘅照顧。如果病人而家已經失去咗自主做決定嘅能力，但同時未有預設照顧計劃或者係預設醫療指示，屋企人都可以同醫護人員商討，為病人設立預設照顧計劃嘅。